美國國會星期一批准咗運輸安全局提出嘅2800萬美元撥款要求，用於增加機場嘅安檢通道，並且縮短旅客嘅等候時間。美國國土安全部長約翰遜星期一發表聲明，感謝國會，並且表示呢一筆撥款將會有助提高機場嘅安檢效率。呢筆款項將會使到2784名兼職機場安檢人員轉為全職。美國機場將會增加53條安檢通道，而此外，運輸安全局仲將會加緊喺今個財政年度結束之前，再招聘600名安檢人員。今年5月，美國運輸安全局得到3400萬美元撥款，用呢一筆款項增設咗160條安檢通道，最近已經交付使用。運輸安全局報告話，99%嘅旅客喺機場嘅等候時間縮短咗30分鐘。美國國會議員最近要求加強機場安全工作，特別係喺埃及航空公司上個月發生空難之後。